依家越來越多香港朋友就長期喺內地生活同埋定居嘅。咁如果唔想入戶嘅話咧，居住證就係一張好重要嘅證件嚟㗎啦。今日阿咪就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去申領呢一張居住證。首先，申領嘅條件係好寬鬆嘅，只要你係香港嘅居民，有回鄉證，喺內地生活滿半年就可以申請㗎啦。咁呢半年期間有穩定嘅工作，或者係買咗樓，甚至係租屋都得嘅。需要嘅資料就好簡單，咁淨係呢3樣嘅啫。咁第一，有效嘅回鄉證原件；第二，就近喺相館度拍證件相，攞埋個回執。咁第三，工作證明或者係居住證明，比如買咗樓嘅，提供我哋一個購房合同，或者係我哋嘅房產證。咁租屋嘅話直接俾個租賃合同就得㗎啦。咁辦理嘅流程都好簡單嘅，網上預約之後直接去到我哋當地嘅行政服務中心，到場填份表、錄指紋、交齊資料就 OK 㗎啦。全程都好快，大概係10個工作日就可以出證㗎啦。咁證件有效期係5年嘅。如果你長期喺內地生活建議你辦理居住證。有咗居住證之後喺內地開戶、買社保、考駕照、辦手機號、日常嘅就醫，全部都可以搞掂嘅。如果仲有唔明白嘅地方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或者私信我，我會逐一為你解答。記得關注阿咪，為你分享更多內地嘅生活實用小知識。